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1日，诗篇86篇17节安尼讲：求你显出恩典我的凭据，互阮有我的人看见来见笑。因为耶和华，你帮助我，安慰我。三个来祈祷，帮助阮，搁安慰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所倚靠的全能上帝，你的话坚固阮，用你的律例教示阮，你照公义判断监察人的心。主啊，我要尊你最悬，我要学习你的名，因为你用信实款待阮，用慈爱做阮的帮赞。主啊，我要对你出声求救，阮对上帝出声，你要压耳孔听阮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阮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显出恩典阮的凭据，互阮有阮的人看见来见笑。因为耶和华，你帮助阮，安慰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